2026年12生肖財運排名表，最旺財運前3名：雞，吉星高照，人緣廣，事業財運雙旺；豬，正偏財皆旺，貴人助力，全年財源滾滾；兔，雖破太歲，但吉星護佑，幸運之財可得，穩健中等；龍，事業平穩，平穩中有突破機會，財運穩定增長；蛇，理財穩健，穩中求勝，升職加薪機會多，名利雙收；牛，勤奮努力，正財穩定；羊，三合太歲，人緣佳，財運平穩；狗，貴人運不錯，財運中等；猴，靈感創意帶來財富，智慧財可增收，低調做人逢凶化吉，需守財慎行；虎，正財穩定，但凶星影響，需謹慎簽約；鼠，沖太歲，財運波動大；馬，本命年犯太歲，財運起伏大。總結：雞、豬、兔最富；龍、蛇、牛、羊、狗、猴穩健；虎、鼠、馬需守財。